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边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宣律镇市长吴一贴为了109年总务省案被议会退回一事，亲自前往拜会议长，并且甲各党派代表交换意见，说出善意，最后嘛达成共识，气氛和谐。不过，上午议会定期大会开议头一天，在市长施政报告进前，议员郭清华就率先以会议询问，强烈批评议长郭信良阿爸无经过所有议员同意，一人决定就退回市府明年度总务省案，所以扬言要发动罢免。另外，议员罗坤豪嘛质疑政府预算加编143亿，甲高雄比较起来，民进党是两套标准。凭你议长一个意志，你规个甲总预算摕转去，我问你啊，你甲阮遮议员是当作是啥？啊，我会当安尼甲你讲，你若咧凭你的意志来去摕总预算，以后若有去款情形，我来讲，民进党绝对甲你罢免。我来讲，绝对甲你罢免。若毋是你也试看卖啊！你是想讲要甲市长母哦歹看，要承受另外一个先生呀？我来讲啦，台南市人啦，水准无遐低啦，大家拢看有啦。我们大会所做的一些的决议或者是预算啊，重新检讨的问题，这个书面上、报纸上都写得非常的清楚，也非常的明白。我是依法行政，依法办理。那你不是全体的议员，不是你说的算。那我希望呢，本会的同仁我来讲啦，嘛不是你讲的准算啦。台南市增加146亿，举债也是应该的，预算增加也是应该的。啊，你高雄市这议员唔爱甲韩国瑜白回去咧，啊是台南市这民进党的议员爱甲市民回去咧，原来今仔日要求恁送预算入来议会，要求恁来说明一下，这做问题，议员是咧创啥物？随后，议长各党派议员也针对总务省案被退回以后，要重新审议等议程安排，踊跃表态，气氛震荡。遇到议会内乱，历10个市长吴一贴甲市府官员这当目睭紧紧坐座位上，一直到过道。毛市长的施政报告被票拖到下晡进行，只针对议会要审查总务省的时机，摆定什么时阵要结案，市府完全遵照议会决定。台新闻管及林根采访报道。对着台中工厂的大火，有2名消防人员进火场时不幸过身，其中有1名是咱台南麻豆的子弟。对此，议员林彦昭上午在议会大会期间，除了提议在场的所有人默哀30秒以外，嘛借此争取消防预算，提出拍火兄弟的性命保障来清明。在消防人员的每年消防人员要45岁，他才有健保会3500。那这就是让他去体检。那体检3500可以体检什么？就光抽一下血，那做几样检查就3500了。那这样对他们是相当的不公平的。还有就是说消防人员的不足，因为现在我们台南市消防人员还不足，大概应该有。如果跟今年算，应该我记得还60几个。那因为我们昨天又看到了台中的火警，又把我们台南的自己的小孩，就是丧生在这一个火警的场，我们看了都很痛心。照理在配备里面跟那个消防人员的不足，还有消防人员的保障，以及消防人员的福利，我们应该都要来做的。根据了解，市府去年针对消防人员的超勤津贴、勤务繁重的假期，在各议员争取之下，拢已经有编列。对此，市长吴伟霆嘛表示，今年针对义消的装备等保障一定会检讨。在消防的议题上，我愿意在对于义消的这个装备的部分。还有训练的部分，还有保险的部分来加以检讨。
台新闻管及林根采访报道。针对南方澳断桥事件以后，台湾港务公司坦承，也有8座桥从来毋捌检测过，其中台南就包括有新港桥、跨港桥甲德溪桥这3座。经过媒体报道，引起地方议论纷纷，嘛相当烦恼。对此，市长黄伟哲上午伫议会回应，虽然这3座桥是伫安平港区的管制区内，一般民众并未出入。不过，港务局若有检测需要加速流程，市府将义不容辞协助。针对这个台湾港务公司所提到的这个8座危险的这个桥，从来没有检测过了，中间有3座在台南市，我特别要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做一个说明。那所谓的3座的这个围桥，或3座的从来没有检测过的桥，是在台南市的安平港区。因为安平港区有跨越好几个河流跨越好几个地方，但是没有在台南市区里面，所以一般市民上下班也好，平常经过都不会经过那3座桥，因为是在港区的管制区里面。那么我也特别提到了说，如果台湾港务公司认为说有必要，因为他们有奠定3个月的检测期，那如果他们认为说在不需要等到3个月，或是说加快检测流程的话，那么台南市政府公务局愿意义不容辞的协助。受到断桥事件教训，嘛，互各地方政府拢重新检讨危险桥梁的公共工程检测品质，避免再次造成危险。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受害者中小姐出面指控。伫去年12月，甲姐姐伫台南市安系列换来中心做回来的时阵，当时有一位安 SPA 中心的人向伊推销3楼条例顶课程。中小姐甲姐姐2个人各自开了9万外块，买了半档的课程。上袂到才过半档的时间，店家就无有尽协议，互因白白受到损失。但是当初我们签这个，他没有跟我说这个是贷款，只称这个是分期付款而已。我们这是在去年12月15号的时候就签了这个合约，然后在使用的半年期间呢，6月初，今年的6月初要预约在使用课程按摩的时候，那个打给美容师，却告知说，他也被无预警的资遣，然后股东也换人了，然后我们就赶紧去查那个咨询说，真的已经无预警结束营业，然后我就赶快打电话联络张小曼主任，当初的那一间公司的主任，然后打了很多次，后面才接通，然后他就一再的拖延说，他们股东啊被掏空资产就数百万，没有现金可以退款，然后要求我们就是只能回去做课程这样子，但是因多是跟业者退费就是没有结果，所以我就到了消基费申诉。然后到消基费申诉，张小曼的态度还是一样，就是无现金可退费。而另外一个负责人黄连成也告知说，他们股东有纠纷，要互相提告对方。但是我觉得这些跟我们消费者无关，我们只要要求退费给我们，不关经营的问题，他们却一直用股东之间的问题来拖延时间。我觉得他们整个案件处理下来，觉得很没有诚意。消基会分家人分会表示，这次总共有39位受害者向因申诉，损失金额超过103万。消费纠纷产生的时候，资融公司到底它是要继续的去追偿这些费用，还是能够用什么样的机制来保障消费者的权益？我们是建议主管机关能够去比照这个行政院所制定的网际网络教学服务的这个并行化契约范本。它里面有履约保证的规定，用履约保证这样的一个机制来强化并行化契约，让消费者能够权益受到保障。消基会嘛，将伫咧评估后对SPA业者提出团体诉讼，另外嘛呼吁大众，如果要购买瘦身美容相关服务，一定要甲业者签订定型化契约，维护自身的权益。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10岁开始学习长笛的高桥紫薇小姐，毕业伫咧东京音乐大学。去年底伫2018世界小姐日本区选拔赛中，以第2名佳绩进入决赛。即马除了是专业长笛演奏家，同时也是从事电影配乐，
以及广播电台音乐录音等工课。日前因为来到台南观光，正日认识当时正咧竞选台南市长的黄伟哲。黄伟哲当选了后，认为高桥小姐热爱台南，而且才貌兼备，所以邀请伊担任台南市亲善大使，协助行销台南。竞选市长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好经过介绍，高桥小姐刚刚获得这个日本小姐的第2名的殊荣哈。那感到非常非常的高兴，他又热爱台湾又热爱台南那我们那时候就想说，如果选上了，希望也能够多跟高桥小姐在观光上邀请她到台南。那现在我这个选上之后，就积极要联络高桥小姐能够有机会，那也非常感谢她没有忘记过去我们这个选举的时候。能够有做一个这样子一个有君子之约那非常谢谢。因为台南有真侪古早的历史建筑，和高桥小姐感觉真亲切，而且有真侪美食，拢让人真难忘。我最喜欢台南的芒果。印象最深的是台南的。で以前台南の友達たちとリーディー集合店に行ったことがあって、でそこで食べたマンゴーのかき氷がすっごい忘れられなくて、で今回ツアーの中にそのリリー集合店がまた行けるということで本当に楽しみにしています。透过高桥小姐的观光代言，将伊现有的台语活动基础上，加深彼此文化、观光等面向的交流。黄伟哲嘛希望高桥小姐未来爱多多来台南佚佗，毋望借由这位美丽亲善大使，将台南的美好介绍给日本民众。为台南吸引更多国外的目光。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说3次。欢迎您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为提升在地厂商竞争力甲年进度，财团法人商业发展研究院、财团法人台湾经济研究院以及台南市工商促进会设立邀集产官学代表，伫新台创意基地举办品牌发展策略座谈会，透过探讨甲交流，互与会企业主了解营造自我品牌的重要，提升自己的国际接轨以及市场渗透的一个能力上面，能够这个摆脱传统的一个桎梏，也就是说，我们不要一直代工，自己有能力设计，有能力生产，为什么要帮人家代工？用人家的这个品牌，结果整个权利也都被人家拿走，那自己呢永远都是在赚微利。那根据研究很多 case，
这个证明，就是说你自创品牌，同样的技术、同样的这个产能、同样的产品、同样的品质，自创品牌跟代工这利润的差距20倍、30倍，甚至有些达到60倍。所以如何创造品牌这是大家梦寐以求，但是觉得很困难。好像做品牌呢，要做很多广告，要做很多布局，时间要很长。其实现在有智慧科技，有这个智慧的这个商业等的这个模式，会用网红会用试点所以一试成功才量产。那这个时候成本就可以这个时程就可以缩短，成本降低，而且效果倍增很大。那现在又有5G，又4K 的这个新时代，所以它的这一种体验，就会透过你的手机，让你的品牌很快跟潜在的消费者产生最直接、最快速的一个接触跟这个连接。座谈会上，除了讨论潜在智慧财产风险、企业面临营业上的管理困境以外，另外也有讨论品牌经营、布局运用等，让有会企业主在品牌发展策略上更有竞争力。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看到舞台顶长辈精彩的表演，除了感受到因无输少年人的活力以外，也会使对因满面的笑容了解因对这个活动是有偌喜爱。由着明辉慈善基金会甲台南市立病院共同举办的银发擂台秀，透过舞蹈才艺的表演比赛，让社区的长辈会使展现家己的活力。今年迈入第3届，参与的人数也突破400人，总共17个社区。明辉慈善基金会董事长吴俊义认为，举办安尼的活动，让长辈行出家门，落实健康老化，才是当朝的重点。最主要，我那是爱让咱大台南地区这个各乡里才会做长者长辈，因的这个生活会当过得快乐，会当过得真幸福。这是明辉基金会的主旨甲目的。当然，伫第3年甲看起来，每一个参加者。每一个乡一个里会来参加呢，伊每一人拢总真有兴趣，而且佫拢有真这个叫做真热烈的表演节目的竞争所以一年会比一年较竞争相信以后呢，对这台南县的市民会当来大家更加较健康，更加过得较快乐，这是明辉基金会。甲台南市立病院主要的主旨啦。对病院的角度来看，举办安尼的活动，除了会使让长辈活动身体，也会使透过表演练习的过程，让因甲其他的长辈交流，共同有风湿地症。阮伫做医疗其实嘛真积极入去社区含这民众，尤其是咱的长辈来促进因的健康啦今仔这个银发擂台秀嘛是一个真好的活动因为。咱嘛是甲遮的长辈拢集合做伙互因唱歌跳舞透过这个活动，因会当互相联谊啦因遮嘛拢练习真久所以我想这个过程已经互因真健康啦促进因的健康这届参与活动的长辈全部拢超过65岁，80岁以上的也有49位，其中上高龄的就是这位99岁来自关庙东市社区的郭怀远阿公。今年也是伊第2届来参加，伊认为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也互伊算了非常的欢喜。最好算参加当时社区发展协会阮内面人后生新妇，大家拢做欢迎的。只啊那种运动学做物件，那反大项拢有加着啦。伊拢总当时社区因主任因2个某。因人阿某做认真，拢有请老师来去教。阮社区的长者总共有要到40个、30几个，种尽量互因快乐，互因有课程，有迄落来互因出来遮当作，因为顶厝伊嘛是咧拄久尔，出来社区因袂拄久，就当作这社区是因第2个客厅，安尼。这个活动一年比一年盛大，主办单位也希望会使鼓励更较侪社区共同参与，让长辈会使有一个发挥家己的舞台。但新闻广播采访报道。
会使看到舞台顶的长辈表演精彩舞蹈的同时，舞台脚后有一位教练当咧做动作的指导。这是因为避免长辈袂记动作，同时教练也会提醒长辈伫表演当中需要注意的重点。但是其中就有一位教练陈良进，伊的动作非常的大，而且非常浮夸。教练表示，安尼大动作就是希望长辈甲伊同款，将动作做大，展现家己的活力。因为长辈平常都也是比较害羞，那可以透过就是我们在一些专业，然后以及我们在下面动作比较大的话，其实长辈他会更有信心，因为长辈他看着你的动作大，他就会不自觉也大起来。可是如果我们在台下指导是小小的，长辈的动作稍的也会没那么大，对，所以我们动作才会刻意的是用比较大，让长辈去带领长辈这样。针对长辈表演的训练，陈良进也强调，伊上重视的就是长辈的安全。伫动作的安排上好是卖伤困难，速度也卖伤紧，避免长辈伫运动的过程当中受伤。我觉得这样是安全性啦，因为我们希望长辈来这边表演，来这边有个活动，是希望让他们更健康。那就是不要要求说太难的动作，或是节奏太快，长辈可能为了节奏、为了完美而反而跌倒，那就不是我们的目的。所以我们会希望是动作大，但是速度慢，然后安全性高为主。对，那。在长辈带领的方向是说，长辈跟小朋友很一样，他们有时候也会有一些争执，所以你就是要运用一些方式，让他们是知道这只是更健康，而不是说是为了一定来有个得名啊，得失心不要那么重这样。其实陈良进也是去年全国好行奖的得奖者，虽然伊出生的环境无好，但是依然持续打拼。现在伊也运用伊学习到的知识，帮助偏乡的长辈会使了解正确的运动观念，保持身体健康。但新闻郭博宇采访报道。由西门路的百货业者所举办的玩具动漫展，即届展出了侪经典的角色甲怀旧的电动，其中侪查甫囡仔上喜爱的无敌铁金刚、假面骑士、哥吉拉，拢非常吸引大家的眼光。收藏家周正伟也特别准备了拼成假面骑士全部的变身腰带，会使讲是非常的罕见。同时，也佫有第一个假面骑士的演员签名，数人大开眼界。这个最特别的部分呢，就是有第一位假面骑士滕康宏先生的亲笔签名。那我这次特别虽然是以平成假面骑士为主，但是呢，假面骑士呢还是要以第一位，人家说第一位就是最好的。那我们就把他的签名特别在这边做个展出。那这应该也是台湾第一次公开展览。这届除了侪查甫囡仔所喜爱的角色以外，主办单位也特别安排一个查甫囡仔的专区，展览了美少女战士甲库洛魔法使的收藏。不管是1:1的魔杖，或者是联名的电动主机，对收藏家来讲，拢是非常珍贵的收藏。其实最刚开始想要收藏这些玩具，其实是因为小时候有一个梦想，就是成为魔法少女。那小时候跟姐妹们一起看卡通的时候，就是一直都是持续锁定库洛魔法使。那就是小时候玩玩具都会幻想自己是变成小樱的样子，所以我们会拿可能雨伞啊，或者是扑克牌啊，就是可能一般小朋友没有办法像收藏到这种有声音的玩具，所以都会拿那些来代替，然后自己幻想。可是那时候其实玩得很开心，一直到长大之后才知道说原来他们有出这么多的周边玩具，所以就是要为了圆我那一个梦，所以就是开始慢慢接触这些收藏，对，然后就是觉得很幸福。这届的重头戏之就是规排的红白机，收藏家除了提出主机以外，也准备了侪无同的游戏，予民众来佚佗。会使看到不管是男女老幼，拢算啊非常的欢喜，充分感受到电动无分年龄的吸引力。借有这么多的红白机，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小时候有时候都是偷偷玩。那现在年龄大的话，我们不用再偷偷躲在棉被里面玩，我们可以光明正大的玩我们所爱的游戏。那我现场提供非常多的电视跟游戏机，就是希望说，父母带着自己的小朋友来体验一下当年这些经典的游戏。主办单位这届也伫假日的期间规划了侪精彩的活动，同时也准备了侪丰富的商品，要予大人来回味当年，囡仔体验经典。台湾新闻郭博宇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